OliLife 泰克之兆能儀 OliLife 泰克之兆能儀運用被譽為生命之光的泰克之光波與正弦波生物共振技術，模擬地球自然脈衝電池，採用自然溫通療法。儀器以每秒1兆次的頻率，從足底將能量波均勻導入人體，令細胞間產生磁場，有效改善機體微循環，加速細胞運動，分離粘連的紅血球，疏通人體淤堵部位，讓氧氣與養分有效輸送到身體各個器官，為機體補充充足營養，改善炎症與疼痛，守護身體健康。OliLife 泰克之兆能儀釋放的電子，可輕鬆進入細胞內，中和體內引發疾病、破壞細胞的自由基，令功能紊亂的細胞重新排列，修復受損細胞，促進新陳代謝，有效改善睡眠障礙、骨質疏鬆、軟骨磨損、糖尿病、帕金森等多種不適，從根源改善都市人亞健康狀態。儀器搭載創新便捷的腳踏式能量傳導設計，透過足底穴位對應人體五臟六腑，令體內由正負離子組成的水分子快速旋轉產熱，在細胞中形成內生亞高溫熱效應，推動人體深層熱循環，快速促進血液循環，疏通經絡，調和氣血，提升免疫力，延緩衰老。由下而上，由內而外，從細胞層面激活機體，讓身體真正暢通起來。OliLife 泰克之兆能儀生物理療，科學養生為健康持續續航。我們明白，選擇健康科技產品時，親身體驗最為重要。為此，我們特別安排專業團隊預約上門，攜帶儀器為你與家人朋友提供詳細講解及1對1體驗服務。你可在舒適熟悉的環境中，親身感受雙重能量帶來的放鬆與活力，即時諮詢各種健康疑難。產品定價港幣7850元，歡迎預約免費上門體驗，誠邀你與親友一同參與，開啟健康新生活。願每位朋友透過 OliLife P90 擁有更健康、更美麗的狀態。WhatsApp 93552323